第二部恭迎嘉宾，请坐。第三部林泉松风，第四部梦城温暖。第五部精品鉴赏。赏茶，请赏茶。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是台湾冻顶乌龙茶。第六部嘉敏入宫。第七部润泽香米。第八部荷塘飘香。第九部旋律高雅。第10部木林欧杯。
11步茶熟香温。第12步茶海慈航。奉茶。加拿大的朋友刚来。我们现在拿到茶的嘉宾，请还不要喝。我们的左手比较高的文香杯哦，要在我们的左手，然后跟着我们的泡茶师呢一起动作。好，第13步，过热汤过桥。第14步。杯礼观色。15步，因为幽谷芬芳。小闻香。第16步，听味品趣。第17步。品味再三。第18步，和敬亲己。谢谢。好，谢谢吴老师。来，吴老师这边交给别人帮忙，请这边来。